聖經裏邊好多次咧，其實都會強調唔單止咧係福音嘅宣講啊，更加喺行動上高咧需要即係互相嘅配合。區裏邊一個嘅支援嘅網絡咁樣。除咗佢哋咧，你話一啲經濟上嘅得益，最大我哋都希望佢心靈上得到一啲滿足啦。上一集我哋講到香港新福事工協會、斯達基金會同埋雲南一條村莊合作，以社企形式開始咗一個生產花茶嘅項目。呢個計劃嘅目的，除咗想改善低收入人士嘅生活之外，同時亦希望關懷佢哋心靈嘅需要。而計劃中受惠嘅人士，包括咗香港同埋雲南兩地嘅群體。中國咧本身而家近年表面咧係越嚟越富裕啦，咁其實體現緊有兩個問題仍然存在嘅。第一個咧就係喺一啲未發展得好嘅省份啦，或者一啲地區咧個貧窮情況亦都越嚟越嚴重，因為咧國家有好多嘅資源同一啲嘅關注咧都去到即係一啲沿海城市啊，又或者一啲新興嘅工業城市，咁所以咧有一啲嘅山區咧，其實仍然都係面對一啲好困難嘅狀況。喺香港同樣嘅情況就係、大家會即係去睇一啲金融啊，或者係經濟方面，但係其實卻忽略咗咧喺呢啲嘅背後有好多嘅社會問題，就係、一啲貧富懸殊嘅問題。種種一啲嘅結構性嘅問題裏邊咧，其實係點樣能夠讓我哋服侍嘅呢啲嘅基層嘅群體或者貧窮嘅家庭能夠去脫貧咧？咁其實就需要俾佢有個一個出路希望咁所以喺我哋服侍呢啲嘅貧窮家庭當中，我哋覺得點樣能夠去俾佢哋揾到專業，睇到自己嘅價值可以自力更生，回饋社會咁所以 empowerment 都好重要。點樣俾佢哋能夠可以去睇到自己原來佢可以能夠可以活得有尊嚴嘅，可以有貢獻。咁所以喺新福，我哋慢慢嘅發展，我哋會走向都係一種能夠一啲嘅幫助我哋所服侍嘅群體，能夠可以有啲就業嘅機會。咁所以發展社企係我哋嚟緊，我哋都係我哋喺事工當中一個方向。呢個花茶計劃除咗採用社企形式之外，同時亦包含咗公平貿易、環保、有機耕種呢啲概念。花茶除咗有市場價值之外，呢種天然食品亦符合佢哋一套消費嘅理念，就係帶出良心消費嘅訊息。成個教育理念咧，除咗比如話頭先所提出嘅公平貿易啦，或者係仲有呢個良心消費啦。因為其實而家你睇翻而家呢個，比如話我哋而家呢個社會上面，好多人嗰個消費咧已經即係純粹係消費啦，根本同嗰個比如話嗰個生產者咧，其實係缺乏嗰個感情嘅。咁我哋都希望咧，可以重新建立翻，你話消費者同埋個勞動者中間嗰個橋梁。近年流行飲花茶，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花茶獨特嘅香味同埋藥用價值，可以令人放鬆緊張嘅情緒。唔少都市人繁忙過後都會泡一壺花茶，作為一種減壓嘅活動。所以新福同埋雲南合作嘅項目就選擇咗種植花茶。今次嘅計劃主要係種植洛神花，原因係洛神花相對比較容易種植，製成花茶嘅回報亦比較高。洛神花原產於印度，主要分佈於熱帶同埋亞熱帶地區，係一年生嘅灌木。佢嘅繁殖能力同埋抗病蟲嘅能力都非常之強，唔需要太多嘅種植技巧同埋照顧，好容易就生長啦。呢個咧就係啲洛神花種子嚟嘅，咁你睇下佢每粒種子咧都成個心形咁樣嘅。咁同種子咧到苗咧就大概係1個月嘅時間。咁呢個係我哋啲學員阿梁啦，咁佢示範咧呢個即係我哋培種子呢個過程。係啦，即係大概咧種子咁樣擺落去。擺半寸度，跟住咧就冚翻個沙，咁就擺喺度，就嗰啲培苗。咁大概咧，你需要大概係20日到1個月左右嘅時間咧，佢就生長。咁啊，你又帶我哋一個地方攞埋個河頭。
香港嚟講係一個好環保嘅地方啊，因為咧呢度後邊冇屋啦。所以嗰陣時咧，我哋建議佢撞落神花咧，就好似咁樣種，咁周圍種先啲薄荷。咁到時咧就唔使咧咁多雜草。係正常講咧，我哋呢一個苗咧要大概有咁高咧先至落嚟。而家咧係比較早咗少少啫。洛神花每年只開一次，花期係11月到第2年嘅2月。而當洛神花凋謝咗之後，留低嘅花托就可以製造花茶、蜜餞呢啲食品。今年4月嘅時候，香港同埋雲南兩地就分別開始咗播種。希望咧將呢個計劃咧推廣到，即係唔會我哋會講一定係雲南啦，可能咧譬如真係有需要一啲比較或者一啲比較貧窮啲嘅鄉村落去啦，即係真係希望咧真係可以幫到當地咧一啲即係比較弱小嗰一群嘅生活又好啦，或者心靈上都好啦。咁呢個係我哋成個計劃咧最主要嘅目的嚟嘅。但係計劃一開始就碰到中國60年一遇嘅旱災，而雲南更加係其中一個重災區。內地西南地區咧就遭遇百年一遇嘅大旱，5000幾萬人受災。持續乾旱令3100幾萬畝嘅農地受災，糧食產量勢必大減。雲南而家好多河流同自來水都斷流，災民難以維持生計。慶幸村莊附近有一條河流，等佢哋唔需要擔心水源嘅問題之外，仲可以幫助附近嘅村落。雖然旱災未有帶嚟太大嘅問題，但係仍然有其他嘅問題需要面對。寶山嗰邊咧出苗率咧就比較低少少。技術上咧，因為咧始終咧我哋同咧寶山嗰邊咧其實咧都做咧一段嘅比較即係距離比較遠啊，所以咧都好難話成日上去咧，即係喺呢方即係技術資源上咧好難經常上去見到嘅。咁呢個其實都有一定嘅問題喺度啦。當地人咧對呢個有機耕種啊，或者呢個比如話一啲公園貿易啊，好多呢方面嘅概念咧，佢哋都仲係比較模糊咯。咁呢個溝通上其實都有一定嘅難度咯。咁冇辦法，咁我哋唯有咧都係不斷嘅同佢溝通嘅啫，即係暫時都會可以咁樣做啦。雖然外在環境係咁嚴峻，但係大家仍然抱着信心咁去面對，希望雲南花茶計劃可以如期開花結果，然後順利來港包裝出售，藉此祝福參與其中嘅群體。我諗係一個即係我諗先導嘅計劃啦，我諗即係我哋都未嘗試過，而新福亦都係發展社企，都係一個好初探嘅一個即係起步咁樣咁今次我哋期望能夠真係可以透過呢個計劃。呢個計劃唔係好大，但係我希望咧，從一個細嘅開始，希望能夠見到成效嘅時候，我哋再能夠持續發展落去。一方面可以捉到即係國內嘅，即係無論教育機構或者啲農民都好啦，讓佢哋嘅收入能夠得以提升啦。另一方面，我哋希望能夠可以幫助到我哋喺香港嘅一啲嘅即係新來港嘅婦女啊，或者一啲雙薪嘅青年啊咁樣希望佢哋能夠透過咁能夠揾到自己生命嘅價值啊同埋方向。我哋都希望可以將我哋嘅宗教信仰咧帶俾佢哋，即係除咗佢哋咧，譬如話一啲經濟上嘅得益，最大我哋都希望佢哋心靈上得到一啲滿足啦。即係呢個項目亦都好似即係播種咁樣，我哋期望咧去將呢個愛心咯，同埋即係又或者一個發展嘅機會咧，咁我亦都覺得呢個項目係好似撒種咁樣，我哋就將呢啲嘅種子撒咗出去，咁但係最後尾嗰個結果其實係交俾上帝，而喺當中亦都透過唔同嘅伙伴即係無論捐助者啦，無論咧係私人基金會又或者新福，其實喺裏邊好多嘅協助之下，其實我哋相信呢啲種子最後尾係會發芽生長、開花結果，到最後尾咧，佢亦都成為咗一個禮物，可以去俾翻呢啲嘅農民，同樣咧亦都俾翻捐助者同埋私人基金會同埋新福，咁以至我哋同心嘅喺當中就去歡喜快樂咁樣去收割呢樣成果。
新发哥，耶稣拿着5个饼，2条。